确确实实的把它理解到位的话，我们看是不是可以这么翻译啊？人的初始天性本来是好的，人的个体之间天性也是相互接近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理解是什么呢？人的本性，人的初始本性是善良的，大概理解呢是这么样的啊。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对这个性本善啊，就做了一份自己个人的理解啊，对不对？欢迎呢大家呢，提出批评意见啊。第二个，教之道贵于专。那么这个道就是方法和道理，对不对？方法和道理啊。那么就说，学习教育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好，我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这一句话到底《三字经》是对谁讲的呢？对小朋友讲的，对我们老师讲的，是不是？所以后面我就去特意的去查了这个字，教。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大家的这个理解，教是什么意思啊？教授，对不对？那么他的对象应该就是我们老师，是不是？还是什么？教导是吧？教导的话也是我们老师对什么学生？那他的这个对象还是什么？老师和家长。还是师长，对不对？所以啊，这里就有一个他的对象的问题啊，对象的问题。所以我后面我就专门去查了这个字，这个字大家看啊，一边是孝，一边是扑啊，一边是扑，那么孝，什么叫孝呢？什么叫孝呢？其实孝的它的最初的这个本意，除了这个孝顺父母、孝敬孝顺的这个意思以外啊，它还有一个什么字？师从跟从老师学习，也称为孝也称为孝。它这里最初它的最初的本意是全天赞家侍奉父母，称为孝；引申为全身心跟着老师学习，也称为孝，也称为孝。那么这一个扑是什么意思呢？执行、坚持的意思，执行坚持的意思所以全天听命于老师就称为了教就称为教所以的话呢，它这里也有两个不同对象的问题，既可以讲是对我们老师讲的也可以讲是对学生讲的所以教之道贵于专，我们老师在教导、在教育的这一个过程中或者教育教学的这一个方法，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贵以专，以专为贵，啊，以专为贵。那么这个专，它其实它这里有几层意思啊。哎，第一个啊，就是说这个教学的态度要专注，哎，你不能够什么敷衍了事，对不对？哎，不能够敷衍了事，哎。那么呢，从学生来讲，也是全身心的听命于老师，哎，这就是教育。那么，引申为在学校学习，引申为在学校学习。那么就说，在学校学习，在学校接受教育，其中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要干嘛？专心致志，是吧？哎，要专心致志，哎，学习的内容要专一，对不对？哎，要专一，你不可能你今天要去，学这个，明天去学那个，哎，到时候呢，什么都学不到，啊，还有呢，也就是说，学习的这个过程，啊，学习的这个过程也要专，也就是持之以恒，哎，也持之以恒。那这样的话，他才能够通过老师和学生相互之间的这个配合和努力，他才能够呢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所以啊，这是我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啊。这个对象啊，既可以讲是老师，也可以呢是我们的学生啊，也可以是我们的学生啊。第三个养不教，这个教，那就指的是长辈对晚辈了，对不对？哎，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哎，那么这里主要是一个，教育理念、教育观念的问题啊。也就是说，生养孩子啊，教育学生呢，是什么呢？是做父母的和做老师的共同的责任。我们先前不是有一个很典型的这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很多小朋友在学校里面表现其实是非常好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但是回去2天，然后回来以后，又回到原本的这个状态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这个变化，应该是2个方面，学校和家庭共同